咁啊，今日再嚟講一講遠洋捕撈啊。咁啊，呢個問題咧，我之前我亦都講過噶，因為我喺國內嘅時候咧，喺大概係1819年嘅時候就已經開始接觸到遠洋捕撈呢一樣嘢。啊，當其時最主要係因為咩咧？係反洗黑錢。當其時我哋有好多商戶咧，都俾人哋凍結咗賬戶啊，呢樣嗰樣係好麻煩嘅事情。咁啊，一路由2018年嘅年底到而家，咁啊應該講2019年啦，19年到而家啦，即係已經係有6-7年嘅時間。即係呢啲遠洋捕撈嘅問題咧，其實一直都喺國內咧係其實影響好大嘅，特別係對啲商戶營商嘅環境造成好負面嘅影響嘅。咁啊唔知點解一直都處理唔到啊。咁啊但係咧最近幾個月咧，我就成日睇到微信號都會推送啲司法部嘅嗰啲領導喺度講說話啦，係嘛？即係會反對呢啲咁嘅遠洋捕撈啊，呢啲違規執法啊之類嗰啲。但係咧，我一直睇司法部嘅發文咧，同埋佢哋啲領導講說話咧，都係咩咧？就係話去嚴格去查處，係嘛？呢啲違規行為啊咁樣。咁啊，但係咧就我之前咧我就睇過一個領導講咧，就係咩咧？就係話嚴格去查處呢啲咁嘅違規行為，查到必須予以糾正咁啊。咁啊，其實點講咧？如果你係話你作為佢係一種違規違法行為嘅話，其實我覺得就唔係一個糾正嘅問題，係嘛？而係要去追究當事人同埋佢哋嘅當地嘅領導幹部同埋辦案人員，應該係要追究佢哋嘅責任，係嘛？該承擔咩責任就承擔咩責任，係嘛？該去拉人就拉人，係嘛？該係點做就點做，唔係去糾正嘅問題。咁啊，今次咧，我喺 X 網上面咧就係睇到一個網友嘅發文啦，佢就係話遠洋捕撈終於結束啊！咁啊，根據財新報道啊，呢個報道我自己冇睇到噶，即係我睇呢個網友嘅發文啫。佢喺3月初公安部咧就已經內部印發咗最近開始落實嘅，咁啊對幣圈係非常之大嘅利好。咁呢個係咪只係針對嗰啲幣圈咧？我唔知道啊。我覺得如果係話要徹底咁樣去杜絕呢個遠洋捕撈嘅行為嘅話，唔係司法部嘅問題，我覺得係公安部發文嘅話就 OK 噶啦，係嘛？內部一個行文，呢啲遠洋捕撈即刻就冇咗啦，係嘛？喺中國係嘛？我哋活咗幾十年，一個內部文件落去啊，邊個夠膽再搞啊？係嘛？所以我覺得就係點講咧？喺高層裏邊真正要去杜絕呢一樣嘢嘅話，必須係要相關嘅部門佢哋去發文去杜絕呢一樣嘢。其實亦都唔係咁難，係嘛？咁佢呢個咧就係話異地執法需要協商函啦、逮捕令啦、辦案說明啦。咁小縣城嘅警察開3證可以隨時跨省抓人。咁現在咧需要到當地嘅目的地公安部門認可，咁即係話咧，北京、上海呢啲咁嘅大城市咧，被異地執法嘅機率基本為0啦。北京、上海佢冇講廣州啊，因為我哋廣州我哋比較關心係廣州啊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近期咧，我亦都同一個商戶傾偈啊，咁佢話佢都仲係俾異地執法凍結咗賬戶嘅。咁我亦都將呢一份嘢咧，我就發咗俾佢。咁我話如果呢份嘢係真咁計嘅話咧，我相信佢嘅事情應該可以得到比較圓滿嘅解決嘅。咁佢話到而家佢都仲係未解決嘅，咁比較麻煩啊！即係呢個異地執法啊，已經6-7年時間啦。希望盡快可以解決，可以真正俾所有嘅商戶一個良好嘅營商環境，等佢哋真正可以揾到啖食。
係嘛？日子唔使咁難。OK，係咁。